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9。约翰一书1章7节安尼讲：独咱若行伫光明，亲像伊踮伫光明，就咱3个交陪，也伊的囝耶稣基督的血，洗除咱拢总的罪。3个来祈祷，爱愿行伫光明，甲主3交陪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向你献上阮的敬拜甲尊重。主啊，你是圣洁、公义、满有荣耀的主。你的光照伫黑暗，你的真理永无改变。愿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无比的疼，找见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为阮流出宝血，互阮通脱离罪的捆绑。主啊，你的救赎何等奇妙！你的恩典何等伟大！求你光照阮的内心，互阮离开一切的黑暗，除去心中的歹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伫每日的生活选择追求圣洁，互阮行伫光明，甲基督亲密交陪。就你要互主耶稣基督的血来洗除阮拢总的罪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